意见：既然欲业，当然会在业，也就是由爱取二者所使变，去尽种种的业，然感得来生的美报，偶生即受生，以现在所造之因，一因感美，必定招来受生三果的。一见，既然欲业，当然会在业，也就是由爱取二者所使变，去尽种种的业，然感得来生的美报，偶生即受生，以现在所造之因，一因感美，必定招来受生三果的。一见，既然欲业，当然会在业，也就是由爱取二者所使变，去尽种种的业，然感得来生的美报，偶生即受生，以现在所造之因，一因感美，必定招来受生三果的。
若是你伫做业报薪，咱对细来咱拢无看着咱。活不好，又打又骂。